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情報站。今日係2025年12月28號。今日嘅新聞重點有：北拉斯維加斯發生倫常慘劇，一名12歲女童涉嫌謀殺親生父親被捕，震驚全城。15號公路再次成為通勤噩夢，南北雙向都發生嚴重嘅貨車意外，交通幾乎癱瘓。Bavington Court 居民怒吼，指控 HOA 無視投票結果，強行大幅加管理費。最後氣象局發出強風警告，今個跨年夜嘅煙花同無人機表演隨時因為天氣取消，詳細內容即刻送上。首先關注兩宗令人心碎嘅家庭悲劇。北拉斯維加斯12歲女童殺父案響北拉斯維加斯 Mercury Street 3400號路段，警方拘捕咗一名年僅12歲嘅女童，佢涉嫌喺星期五晚用刀刺殺咗56歲嘅父親 James Waldie。根據警方資料，女童最初報案話有賊人入屋，但經過盤問之後，承認係因為同父親發生爭執而喐手。最令人惋惜嘅係，警方證實過去曾經多次因為家庭糾紛去過呢個單位執勤。律師表示，辯方將會重點質疑女童嘅精神狀態同法律責任能力。呢單案再次提醒我哋，家庭暴力嘅預警機制係幾咁重要。西南部豪宅區雙屍案喺 Fort Apache 同 Warm Springs 附近嘅 Power Street 7200號路段，警方處理一宗謀殺自殺案。警員接獲福利檢查請求之後上門，隨即聽到槍聲。入屋之後發現一男一女倒臥血泊之中，兩人都已經身亡。初步調查顯示係男死者先殺害女受害人，然後吞槍自盡。另外，克拉克縣拘留所亦都發生嚴重事故。41歲疑犯 Chet Ollinger 涉嫌喺囚室內襲擊另一名剛被收押嘅男子，導致對方頭部受重創身亡。目前疑犯正面臨公開謀殺罪嘅指控。呢單案令外界質疑拘留所內部嘅監控同分類制度係咪存在漏洞。跟住落嚟同大家關注每個業主息息相關嘅話題。Bavington Court Hall A 加價風波，住喺 HOA 社區嘅朋友要特別留意。西拉斯維加斯 Bavington Court 嘅居民最近群情洶湧，事源係業主委員會早前提出大幅增加管理費，甚至一度傳出要加到$490。雖然居民已經透過投票否決嘅預算案，但委員會似乎打算引用緊急條款，繞過投票強行加價。居民擔心，如果今次開咗先例，以後業主嘅投票權就會形同虛設。其實 HOA 權力過大嘅問題，響賭城經常聽到。唔知各位觀眾住緊嘅社區，又有冇試過無端端被加管理費，或者遭遇過無理嘅罰款呢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講低你嘅經歷，等大家參考下。講完加價，講下慳錢。聖誕節過後，好多人都收到唔啱心水嘅禮物，但係與其俾昂貴運費寄返去退貨，不如考慮下本地嘅二手買賣店，例如 Buffalo Exchange 或者 Crossroads 呢類店鋪，近期生意火爆。你可以直接攞咗新淨嘅衫褲鞋襪去換取現金或者店鋪積分，既環保又可以直接變現，係傳統退貨以外嘅好選擇。交通方面，今日係假期回程高峰，但我必須警告大家，路況非常惡劣。15號公路南北雙向換連接加州同拉斯維加斯嘅生命線15號公路，今日南北雙向都出事。北行方向，即係入拉斯維加斯方向，喺加州邊界 Prim 地區發生嚴重貨車翻側意外，導致交通嚴重擠塞。而南行方向，即係返加州方向，喺10號公路附近，同樣有一架大型貨車撞落路中心，導致兩條行車線封閉。市內方面 ，RTC 發出警報，中國城西側嘅 Valley View Boulevard 同 Viking Road 交界發生嚴重車禍，所有方向行車線一度全線封閉。另外 ，Palms 賭場附近嘅 Flamingo Road 同 Wynn Road 交界，近期亦接獲多宗涉及行人受傷嘅交通意外。揸車經過呢啲路段，記得收慢油門，留意行人。如果你打算趁假期尾聲上山賞雪，要注意 Cow Canyon Road
目前實施最嚴格嘅交通管制。Lee Canyon 滑雪場過去24小時錄得超過14寸降雪，警方規定所有車輛必須安裝雪鏈或者係配備雪胎，拒試嘅車先可以上山。警方會喺現場截查，如果裝備唔合格，會被即時趕落山。最後，關注跨年夜嘅天氣同活動安排。氣象局預告，一股冷鋒將會影響本市，雖然落雨機會存在，但最大嘅威脅係風。預計跨年夜當晚，陣風可能高達時速45至55英里。呢個風速極大機會令到戶外無人機表演無法進行，甚至影響煙花發射嘅安全性。如果你已經買咗戶外活動嘅飛，記得密切留意主辦方嘅最新通知，做好兩手準備。不過，如果你仲未安排節目，Fremont Street 喺跨年派對 Plaza Hotel 嘅煙花晚餐，以及 Sphere 喺部分場次，目前仲有少量門票發售。特別係 Fremont Street，雖然係戶外，但喺天幕之下，氣氛依然熱鬧，係性價比唔錯嘅選擇。感謝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情報站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資訊幫到你，請點讚訂閱我哋頻道。按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日最新嘅賭城情報。我哋下集見。